来看新竹关西牛栏河，这2日拢会当闻到亲像烧塑胶的歹味，而且水面阁有铺一层油，水质受污染，害真侪鱼仔拢死去。环保局接到通报去现场调查，怀疑是附近的工厂有偷排废水造成污染。河川顶面不一沿柑仔色的泡，现场阁闻到亲像烧塑胶的臭味。另外一边有鱼仔因为水质污染关系已经死亡。民众讲，自礼拜日暗时都有闻到臭味啊。因为很凉快，把窗户都打开来，去睡觉嘛，就一阵一阵的那个，就是这个甲醛的味道。太可恶了，这个天谴啊，做这个事情啊，这样不行啊！你全部鱼都死光光了。因为这次的污水排放啊，确实造成我们除了我们关西的饮用水自来水都有问题之外，那甚至整个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下游新埔地区哈。牛栏河是关西镇真重要的河川，也是洪沙溪的水头，废水对洪沙溪流落去，影响到其他的地区。环保局接到通知，随来到现场采样，要抓出造成污染的凶手。我们在河川采样，那也用燃油锁跟吸油棉将比较浓的部分先把它燃除下来。目前也采水样以及废弃物来做比对。目前环保局已经查到附近有工厂因放废水的桶仔是空的，推测有可能是因偷盗的。若是经过比对了，确定就是这间公司会移送检调单位处理，让不肖业者得到法律的制裁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